这个总统大选会当讲是台湾全民的运动，有民间的路权团体是为着要争取同行乌多摆的权益，所以借这个机会招朋友甲车徛起伫国道要登去投票。也毋过国道警察是强调讲，这依法会当罚6000块，所以请民众大家加注意。另外，伫这个代替方面是有提供2万外的座位，互民众会当来回台北甲花莲方便因登票。 拖行李路车，火车站透早人阵也未少，民众坐车回乡，提早赶回户籍地。面对2合1大选，剩较无一天，就惊愈暗，乘客愈多。代替备战选举的疏运，敢若花莲站投票日即天，台北到花莲的列车座位就提供22000个。台北到花莲的部分它的售票率大约只有70%多了啊。 虽然买票数有比平常时较侪，不过代替是讲座位还有剩，目前敢若卖出70%，连客运预估量要去嘛真少。这国道客运登去花莲，差不多有4成至5成。目前的定位从南港及板桥，大概都是只有4成到5成。 所以并没有加班车。由于回乡投票交通方式选择真侪，不过即马有路权团体伫社群发起活动，放掉讲大选即天骑机车无分排气量，全部骑去国道回乡去投票。 全台串联的方式，那我没有限制时间、地点使用摩托车上高速公路。大家说，就是在摩托车使用高速公路，它并不会造成实际的危险。 招骑机车人上国道，持续争路权。民权团体搁再声明，同行机车行驶高速公路相关的法规已经3读通过12年，不过行政机关无积极，无看开放的进度。高速公路公司回应，希望以理性的方式来表达诉求。 高速公路其实是禁止行机车的，那550cc 以上的大型重机它也没有公告可以行驶的路段或时段。我们会在比较重点的路段加上我们的巡逻。因为施行日到即马也未公布，国道警察是讲驾车骑起来也是违法，依法会当罚上悬6000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